呢啲車嘅人，佢本身揸緊啲咩車嘅咧？嗱，佢就買咗個 Ultra， 啱啱提車，咁買呢一架之前咧，揸緊柏美行政加長嘅。嗱，大家買蘇7，無論新車定二手，有條件一定要上 Max。咁開新同另外兩隻平嘅版本真係有好大區別嘅。咁佢會有啲全套嘅，而家唔講得自動駕駛嚇，叫端到端嘅智能輔助駕駛。呢啲顏色搭配都可以啊，出邊紫色，裏邊有紫色。咁雪櫃有揀到嘅，有 Napa 皮，有呢隻20寸嘅比較多人揾嘅拎。除咗底盤開新好啲之外，咁佢有更加多喇叭啦，25隻，普通版嗰啲10隻嘅啫。喺架24年嘅車跑咗3萬公里，同年份嘅貨源啊，出邊嘅賣價從25到27萬，我呢架賣25萬3萬公里，一年開得係比較猛嘅，但係只能夠講佢真係幾好揸咯。咁全車貼住透明車衣，不過咧右前葉子板係有少少鈑金嘅。一手車未過戶嘅添，如果你話3萬公里太多啦，或者係隻色唔喜歡唔緊要，我仲有其他私信我發埋俾你。